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5月22号。今仔日的经文诗篇33篇12到22节，出埃及记第15章第6到11节，约翰福音第7章37到39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是活水。加州欠水真严重，特别是南加州，安尼差不多7年来拢是安尼旱灾啦吼。原底差不多冬天拢有安尼满山的白色高山，伫旧年底嘛开始，因为即个欠水所以就无有真济的雪吼。3月的雨期也无落几摆，雨水少甲真可怜啦吼。即2年的影响，搁较是即个影响着加州的整个的即个水的使用吼。当然嘛，影响春天的野草的生长。今年的野草野花特别的少。伫武汉肺炎的疫情的下面，佮加上欠水的问题，显得即个生活真正是真困难啦吼。大概因为温室效应的关系，5月底天气悠远佮真凉，但是无雨确实互真侪人来担忧。我想台湾的欠水的问题嘛是真严重，大家也拢会当体会。不但民生用水、工业用水，甚至咱咧讲种植的水嘛拢无够。互咱禁袂得爱去思考亲像伫即个出埃及的时代，以色列人因为无水来甲上帝埋怨受气，更加因为后来欠水的问题，互摩西嘛受气，用管安尼拍石头拍2摆，得罪上帝。无水真正是会致命啦吼。水甲性命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无水会致命，我想咱拢知影。但是水伤济，佫会造成灾难，敢毋是安尼？南加州虽然是一个干燥的即个沙漠地带，亲像犹太地共款，但是一旦落雨，就又佫急又佫大的时阵，足容易造成土石流。足侪人无法度想象啦吼。因为地呢袂甘水，雨水来吼又佫急又佫大，所以只有安尼洗掉即个土表面吼，所以造成即个土石流吼，甚至真侪迄个较低的所在就会淹水。水是伫上帝的权柄的管理下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红海，上帝差派即个东风啦吼，甲即个海分开，互即个海水变成做大地，袂去伤害以色列人，互以色列人会当安尼安然来渡过即个红海。但是对遐个武力真强大的埃及的战车来讲，即个队兵，上帝红海的水呢，红海的水安尼规伫伊原来的所在，所以遐埃及的陆军讲真精锐的即个部队，全数拢淹伫即个海水内底。同款的水，同款的位置，却无同款的信用甲倚靠的对象，的确带来即个真完全无同款的结果啦吼。基督徒要靠啥？要安怎来保全性命？我想真清楚吼。摩西对上帝保守伊的儿女是安尼吼。伊讲上帝你用正手无比的大权能，上帝你会当来入取阮的对敌，你无比的威严来将你即个
求寿安那来请倒，你的寿气来烧毁因，亲像咧烧迄个未遂。你往海洋分开，水着堆归堆，像壁徛在地遐，海底也变做大地。对着讲，我要来追赶因，掠掉因，我要来抢因的财产，来抢夺，要用刀剑来毁灭因。但是上帝啊，你只要分一个开，埃及人就拢总受因捌。亲像船沉伫深水的中间，上帝啊，这的神中间无有亲像你的啦。啥物人会当亲像你遮尔啊威严，亲像你来行神迹奇事？什物款的水会当互人有活命？也是讲咱要安怎来啉水？我想这会当足侪会思考啦吼。无水袂使。但是啉毋对嘛袂使，有人掠做讲每日吼啉足大量的水吼，啉真大量的咖啡甲茶吼，就会当补充水分吼。但是却是真容易得到结石，原因是安那？是因为头前讲的迄两种吼，拢是利尿的啦，无法度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捌听过水中毒无？简单来讲，就是讲真短时间内面呢，水量啉了伤济，比身躯会当排水的量搁较大，所以造成水中毒的情形。即种称做甲即个血内底钠甲稀释掉的。真严重的话吼，是会当致命啦吼。耶稣基督讲，人若是喙焦，就来到我遮。圣经咧讲，迄信我的人，就有活水的河，要对伊心中来冲出来。所以啉了，就袂阁喙焦啦吼。信我的人，就爱来啉。圣经讲有河水来流出伫伊心中。所以，若照安尼讲，就是讲啉水就爱啉好对啦，啉个拄啊好。信仰的角度来讲，佫较是安尼。耶稣提讲，信我的人，就有活水的江河对心来冲出来，袂惊真济，因为迄是生命的江河，是生命的水，是对圣神的活命。有一首诗歌讲，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伫我的心，佮有讲我有喜乐若江河伫我的心。是啦，咱所面对的武汉肺炎的困境，有一人失去喜乐，有一人失去平安。咱真正需要做迄个永活的江河伫咱的心的内底，互咱的生命充满伊的活水。啉了袂阁再有喙焦，不但有生命，阁有主的平安、主的喜乐，甲咱三甲伫地。咧面对疫情的时，也愿主平安活命的江河，伫咱的心底永远咧冲。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5月2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3篇12到22节，出埃及记15章第6到11节，约翰福音第7章37到39节。今天的主题是活水。加州严重缺水，特别是南加州连续大概7年的时间都是干旱。即便是原本在冬天都盖满了白雪的高山，去年底呢也因为这个开始缺水汽，所以少了积雪。3月的时候呢，雨期也没有下几次，雨水少得可怜。这2年更影响了加州的供水。
当然也影响了春天的野草的生长。今年的野草跟野花特别的少，就在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之下，加上缺水严重的问题，更显得生活的困难。也大概是因为这个温室效应的关系，到了5月底了，天气仍然凉爽，但没有雨水，确实使人担忧。台湾的缺水状况也是极为严重，不但民生用水、工业用水，就连农业的灌溉用水也都岌岌可危。这样的情形不禁让我们想起当时候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没有水而跟上帝来埋怨，来跟上帝生气。后来更因为没有水的问题，让摩西也跟着生气起来了，拿着拐杖击打石头2次，而得罪了上帝。没有水真的是要命，水与生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没有水是会要命的，大家都知道。但是水太多了，又会造成灾难。南加州虽然是一个干旱的荒漠地形，如同犹太地一样，但是呢，一旦是下起了又急又大的雨，则非常容易造成所谓的土石流。很多人没有办法了解这样的情况哈。其实因为我们的土不含水，雨又来得急又来得大，那最后只好冲刷在所谓的地表的沙土地表的沙土啊，这个表层被冲刷之后就变成土石流，甚至常常会流到所谓的低洼地区，那就造成大淹水。水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管理之下那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渡红海的时候，上帝差东风使海分成2边，使海水不伤害人，让以色列人可以安然的度过因为马上就变成干地了那对于那一些武力强大的埃及战车追兵，他们以为他们也可以跟以色列一样可是呢，没想到上帝让红海的水归于原位，那些埃及的陆军尖锐部队则全数被海水淹没。同样的水，同样的位置，不同的信仰跟不同的依靠对象，却带来截然不同的这个结果。那基督徒要靠什么？要如何保全性命？其实就非常清楚了。摩西对上帝的保守，他提出了他的赞美。他说：“上主啊，你的右手有无比的大能。上主啊，你能够粉碎敌人，你无比的威严推翻了仇敌，你的怒气烧毁他们，像焚烧麦穗，你向海洋吹气，水就堆积，向墙壁竖立，海底变为干地。仇敌说：我要追赶他们，抓住他们，我要瓜分他们的财富，随意的抢夺，我要用刀剑毁灭他们。但是上主啊，你只吹一口气，埃及人都被淹没了。他们像铅沉没于深水当中。上主啊，在诸神中有像你的吗？谁像你神圣威严呢？谁像你行神迹奇事呢？什么样的水可以使人活命？
要怎么样喝水呢？没有水不行，喝错了也不行。有些人以为他每天喝大量的咖啡跟茶水就可以补充水分，却没有想到说这样容易得到结石。因为呢，前面的2种东西呢都是利尿的这个饮料，没有补充到身体需要的水分。听过水中毒吗？简单的说就是说，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喝的水量太多，比身体能够排水的量还要大，就造成了水中毒的现象。这种被称为稀释性低钠血症的情形，如果严重的话，还是可能致命的哈。耶稣基督说，人要是渴了，就该到我这里来喝。圣经上说，那信我的人就有了活水的河流，要从他的心中来涌出来。好，既然说要喝水要喝对，就信仰上面呢来说更是如此。耶稣基督提到了，信我的人，他就有活水的河流从心里面涌流而出，不怕太多，因为那是生命的河水，因为那是生命的水，是来自圣灵的生命。有一首诗歌这样说，我有平安如江河。歌词是这样说，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一再重复了哈。然后又说我有喜乐如江河在我心。是的，当我们在面对武汉肺炎的困境，在面对缺水的困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上帝的恩典，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当中失去了喜乐，失去了平安。我们真的需要主的活水江河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他的活水。不但有生命，我们更有主的平安喜乐与我们同在，如江河的水活水一样永流不停。